求你们来满送情缘，白云一向紫禁城，命运中是错好事啊，好事！
秦少友，你是啥师兄这位了？哦，是少友兄啊，胜利。少友兄，莫非上京赴考来了？真是的，见考进地道，竟然他去首都拜访东浦陈兄哦，东浦兄这几天忙得很呐。他趁着大比之年，各地才子会见自己，正在为妹子选择一位四义郎君。挑选四义郎君。是啊，东浦兄有位妹子名叫小妹，她的下誓愿不图富贵，不从门里，要以四位妹一份为配。无论是谁，这须写成一篇诗文，在他苏小妹的船上，便可成为苏府的乘龙快婿呀！哎呀，no，小弟我早已背下诗文，即刻去苏府就请吟诗啊！是我先生有步，倒是看这个。以诗为媒，以藤为聘。哎呀，宋小妹如此爱才，真是可敬可佩呀！哎呀，这太过贵国女子，能也懂她的才用，尽管拼命替天下才子的本上来了。如其不信，偏要试他一试了。小玉，相公为何难去啊？相公你无奈，对别昔日今夕问，且看他才女。
姐，我什么夸，我还没有你丢的夸你。再叫他们行出一些不中用的文章，你看这里又是一篇，也不知是谁人写的啊，是大家公叫我送来的，这是一位姓包的少年名字所作。哦，好一位少年名字，待我披上淑女，也好让她少相些美女，多多些斯文。读书吧，可曾看到称心的文章，心中还一滴神色啊！妹子，快向母亲报复喜信，义兄还登上和你的喜酒呢。兄长休得取笑，因困呢，这些文章竟是废纸一堆，一堆废纸。呀，这数不篇文章，难道一篇也不在你的眼里呀？儿啊，那方家公子的文章你叫妹子批哦，不知写的时候啊，那方公子的文章，真是世上少见啊！小姐呀，外等已接了他两句批语，必定在网上胸中掏了苦。妹子回言什真相，对中闭门谁刀枪，出小堂堂的水公子，你在王城在当啊！
不分上下旗鼓相当。呀！想你大姑儿孤身成儿孙，俱是当今第六世子啊！哦，女儿啊，你要早与大姑相争分谁之人，恐怕难早啊！那女儿宁可终身不嫁？哎，哪有女的不嫁之理？禀老夫人，方家公子前来拜访，此来听为婚姻，这可是无为先生家，这他是他们去，且我们到花园去。女儿，此子与老母亲，妹子，与老大姑了。媳妇为娘宠坏了你，老官家请公子开庭少如此。慢，此事不劳母亲细心，有孩儿初次见上，母亲何当细细去儿啊，你要也回先生家，不可伤了两家和气，孩儿知道。请方公子前来书房相见。是。少妹子品语当晚好看，是今晚。嘿嘿，我不在这批语上面加上儿子，来个点上成金。轻松多谢。家父出门离归，不能引儿公子，请多多见谅。哪里？小弟今日登门得来讨过音信，实见送上的那篇文稿，不知可曾披露？公子他走，小妹已经拜哦，还有两句话，也写在上面，敬请顾是此与老灵妹呀，比你才华少有，不顾他的补救，好事听了言，好听写明啊妹，只是家路来咱妹，他那里放心安虚有情郎，我这里问可以要他女婿猜呀，不凶啊，怎么灵妹出相爱，陛下许婚定日黑，这许即刻为夫去，并到堂前大妹，猜猜当当，猜猜听听来。妈，请公子稍待片刻。
我笑他恶龙眼神妇人爱，兄妹取笑喜血事，今晨用他可结为呀。兄有我们亲生，我这师兄不行，这是我家小妹容貌称人，恐不说当金屋之血，难看人。外家成孙灵妹才貌稍显，东土学真是容貌称人啊！小弟断断不信，定叔兄推脱之事。哎呀！我家兄妹都是其貌不扬，何况我这一副脸长得满水不虚，胸胀此次，那帮妹也就可想而知。似乎到男有男相，女有女貌，灵妹怎不会有你这一脸的容须吗？虽不容须，却也各有千秋。当年我曾有事业用小妹整容，不知方公子愿听不愿听啊？愿听，请叔兄夸夸道来，请公子听仔细了。小弟一要是不便久留，就可告辞。那你我两家的联姻之事，联姻之事小弟在数月前乃与灵妹相配，请灵仙嘉许。要灵仙嘉许。子公子请便，请。哎呀，好险呐！差一点许了一个错误。方策许啊，方策许，你从貌清才，哪里配得上我家小妹？禀大相公，门外有一童儿送来一寸高。
来人可曾通报信？这是有位家庭所有的公子令他送来的。请稍有啊，是他来了，说听小姐事。有请小姐，请稍有啊，请稍有。我道你少年气盛，是只有缺送宝剑之才，必须把我家小妹方才眼里。不想你今天也送来文告，就请来了。大哥，怪我何事？妹子啊，这里有篇文告，你且看。又是什么无赖文章？不看也罢。哎，这是其他文章，与兄时可太宽。这一篇嘛，一定要你亲自过目。哎呀，一定要快！妹子，你可要困仔细了。大姑，你倒要困仔细了啊！到底中与不中啊？当今风流才子，不配一当名，可惜汉苏公子不算王英一死。中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见过夫人。
降路那片树，貌似平常，才能心里胸，常成家头。傻逼本没到我，难见其中精良，如今杀人他还了无音信。可见苏小妹妄称贼女，分不清文章与理呀。今个东坡兄要我再次相见，定是为了这份高之事，且听他真身对答。后衙思绪真抗议，特殊一曲应承恩题。兄，气滚气滚，气走！啊，东坡兄呀，小弟进来不是为了何事啊？言你乃是聪明之臣，不妨猜查一猜。我们要小弟进来，跪上江边精神，临时作对来了。哎呀呀呀呀！此情的少年名字，一个个凄惨的很呐！少有眼力，竟然让你前来，那是他异乡嘛？no， 他出头兵，事情完毕，归上。哎呀，你们好眼力，好文人呀，都得他土地功夫，亲自听用。哎呀，孤尊不出手了我家妹子恰是满腹经纶，颇有眼力，他批读了数百篇文卷，已从中先领了成功快许。哎呀，灵媒看中未必成家，不知此人文章，东坡兄可人不谋？东坡自算带头。那此人文才是何啊？依我看来，事情的少年名字，此人可称第一才子，第一等神才。同辈之中，难道还有神比我更深一手的吗？请问东坡兄，此人真的大名？实出此称，言意两倍清楚。东坡兄，你是了官
你说出出了的明星哦。呀，眼底不必说起，小妹对他的文采十分赞赏。喏，常写批，当今风流才子不得得当名字，可惜儿苏同志不算王英一死。当今风流才子不得得当名字，可惜儿苏同志不在王英一死。还有什么言语要转达小妹？我想在赵灵为好之人，能接上灵妹一面。
你就与你上共同吃醋，祝你为靠一辈子。东坡兄是到哪里去了？小女当当女儿，岂能求助于小妹哟？哎呀，你呀！明日一早，我们全家要去东岳桃观面相拜访。你可接着前来与小妹一会。哎呀，像我与小妹都是支持他的之人，夜晚因为去陪人吃宵，还是为他闺中生女，我可还是不去也罢。好，既然是此，那就另门告辞你。东爹叔兄非礼相助，满之了。不必客气，免送。请待小妹多多注意。许愿了，原来是啥师兄听懂了。这本哥。小妹的，此次来叫你向你呼吸，让我的小妹到底才是吧？小五头是什么？受小妹是许孙子，他不能放兄去找香港，小弟哪有精神？不过少有兄啊，请不惜之鼓掌。可知苏小妹上有美中不足，此话怎讲？苏小妹虽是才华出众，可惜其貌不扬，出人不比。这是婚事一桩啊！此话当真？是东坡兄亲口对我说的呀。什么？他还有私引苏小妹的容貌呢？喏，比出凌乱，三不破啊！我就先到花堂前，既为是泪不关，眼眶生死两条线。东坡兄果真是这样说的呀！我说骗你，天意不用，少有兄啊！真兄是江乱的命啊，是娇妻应生喜事，怎能匆匆迎翠罗，将得一去成相思？堂兄此言差也，话无法人没家用，身无把谁好风子，我今小妹才有高，怎能他容貌也如此？他归国文章成亏损，真正我将大一去生小村，真凶实话须三思，郎才女貌过来呀是，一根出身无终身，自称大错要后悔换成眼皮女才子，层层的梦一直念，此间归来你多真。少有兄啊，我好意想传帮少有兄三次，你我之间还是介绍配料这本亲自为好啊。少爷非也自己自愿出去，至于东坡兄因小妹容貌的诗句团人不能当真呐。说东坡来话，你要有是当今有名的在此，
见过有些字这样大的些片呐，又是爸爸塞天场，你有人见过是此场的爸爸哟？你再都不从夸大也有的字句，不作为信，小妹容貌当然不为是处承认，纵然事实，我也绝不分他。哎呀，是此时我吃了苏东坡的亏了，哎呀呀呀！哎，是真是假？明日早起去东岳道观简单一些，就是分晓。我虎不来虎，调虎离山之计呀！我就是这个主意啊！少有兄啊，婚姻之事嘛，小弟人说喜言并不当真啊。小弟今天来香港，明日照顾的商业名士，已在您4楼去外访，少有兄家之父哎！哎呀，如此认为，小弟理当点出大学也为你，小弟明日公会告不说了。记得叫护理3去明日道观为官方才经上师兄提及，小妹容貌每次都有吧？这是他那本人我必人面试，上次也是虚的夸张形容之词。哎呀，这便是不是好呢？您小妹是到东岳道观进下，我不当面一试啊！哎，我以为你了东坡兄岂能言而无信？何况是师兄已让我前去抚慰了。有了，我不来过2年之计呀！真是容貌那关美玉处，才有续本家红证，自己当面4本人，去做教长给办事。小弟这厢有礼了。相公，你哎呀！
小乃眼中羡慕呢。哎呀，这罗大爷当时哟，监狱中多为郎去走，也是叫我到哪里去找他哟？如今到哪边找去呀？能进我上交公子，我也不必前言，不必这乃是红尘一段而会是今朝与我的同村而来聚心。哎，我何不巧思小计？那今朝由于苏小妹这本东西，我在送的婚事程序而散。哎呀！
眼眶生是两套线。哎呀，小姐，这是哪家不与你开玩笑的事？我去理他观察时候，哎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这道你是天仙美女，原来是个纯女。今日间更就不看什么凌晨之案，真可笑你的才华。他竟问驸马请我来了。哼，王不该杀，竟怪骂起我家小弟苏小妹。此女难嫁，漂亮我才知情少有。是他。哼，冒名顶替，休想以假乱真。哼，你自算为凭，该此母非假是真。天公生一载，香酒花未开，花开时有枝，引得春风来。今天换地他出城。金少爷，你好气人也。
小弟莫要生气，还望指点明白。为你道人，父来自少年寡此难负责了。我比他便死了不成？小弟莫要生气，还望指点明白。好他休得啰嗦，失了你也无度。怎么？小弟慢着，道人随客。小弟，你那广东来往定是吹气相对。小弟，大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你这位出家人也真喜欢多管闲事。告诉你，秦少爷是个轻浮的浪子，奸诈的刁奴，不知理智的狂生。我请小弟呀，那谁想这把孙子与他一刀两断？
对抗屠城令。像那金少游，虽知小妹进城来刺少相，但他亲口对我演讲，却不前来与小妹相会。更何况金少游自私得理，怎会当面责骂小妹，言语是此低劣。真是小弟我，你还是警官来了，警官来了。你见到小妹了？我见到了。哎呀，你呀！我在小妹面前将你夸得千好万好，谁知你竟……哎呀呀，你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哦，报顺红啊，高死了！
讲，这是堂上年事未尽，一来堂实有斯文为美，二来要是恼怒了他那做高官的母亲，伤了两家和气，只怕与爱你大过而不见身。如今那位美人为来在堂上，我叫你他孤山替他追击，为娘他生而来，与儿一起商议定过之意。母亲，以女儿之见，你切去为夫来人，就是女儿为那尽所有之事心情百闷，用7天之后再做答复。7天之后，谁可再问一次？过了7天，女儿立即去世，请弟弟速速为父再领旨意。好，为娘言是这个旨意。不过此事需女儿亲自前去为话，来人方可相信。妻儿速去客厅放下旨令。唉，好端端的婚事，却被新少爷害苦了。气冲冲一把要进怀中。
你什么样的消息找不到，偏要去救他，随他之龙，不把他抽进丢到大街上去。小爷，放下。那这把算子怎么办？就他死人这副样子，难道是算了不成？哎呀，你嘀咕些什么用？相公，这个怨气，相公咽得下去，母亲咽不下去。哎，我要为相公吃了这口怨气。
确实。老婆家，小弟叫你修得与人争吵。哎呀，哪里是我与他争吵呢？哦，启禀小姐，门外有一童儿，俺要藏进院来，老奴叫他来时，他比他粗大了，不肯定息。恰是为何？说是要我家陪还他什么东西，岂非可笑？哼，此人不知丢鬼骗子不来，把他关了出去。且慢，你且去问过明吧。是，老奴知道了。让我当了他的面，骂苏小梅几句。对，哼，嘿，骂一声不听，你苏小梅你会万岁喜开，四水郎君四开分子，那几年的四番会，望我四叔陈开玉，于是一步高山我是天骄四里。小黑看山杀出来，金怪不离去哪来？也在宝茶心无迷，东当上面你才哼！我不去官府告你，你倒快来告我啊！你去告吧，告诉你，我家相公啊叫我小叶，小叶，哎。你家相公也是胡人哦，闹了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家相公是谁呀？你听着，他就是被你们爱的好苦的亲少爷。这锦州有一个石头，我是他相公的名字，他到半了又生气了，一定是理亏了，心也虚了。锦州也是那种人。他的童儿也不会是个好东西，让我把他滚走才是。喂，什么秦少爷不秦少爷的？他走，我小心啊！小弟，小弟，我让你小子走，哎呦！叔父小姐，我找了你3、5天了，你说你凭什么撕了我家相公的孙子？你什么亲孙女孙宝贝孙子？你知道吗？我家小弟为什么要将孙子撕了？孙子是你们死的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这几天我常在思量，锦少爷文凭高超，人品却又如此低劣，今日能见到他的童儿，也可问问清楚。童儿，你去问问你家相公，那天在东岳道观，他滚了些什么？我家相公到东岳道观，他怎么会知道？我家相公但是讨什么呀？你也生出来了。到底是谁女？好眼力啊！喂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什么清楚不清楚啊？反正你们与我家相公一起一刀两断了，谁也不用，还是别为孙子要紧。快点！你云人人心头滚，当人与那
金少玉又是何人呢？哎，又是何人呢？哎，要是那个金少玉不正是讨人，小弟的亲事不早被成功了吗？亲成功了，那方家也是死了心了。对，小弟，我还是快去找那个金少玉当面问问清楚。你我都是女儿家所轻易娶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小弟，还是叫哪边公去寻那个金少玉？啥子那广路真是金少玉？叫哪边公走去走趟，岂不是他们去？哎，小弟，还是叫老夫人派夫人去仔细问问，这等事情，岂是旁人能问得清楚呢？等前生既言道，公子我不要得为贤妻，为贤妻。这次朝廷为师，今少有孤尊得中上元，方才我已向他当面道喜。一来嘛，团听他对婚事的同情；这二来嘛，也表我方下去，乃是自私特立，有情有义之人啊！就是在这里，两位客官，想必也是向秦相公无喜来的吧？无喜，喜日早就退了，喜日早就
日传开了。是啊，昔日早就传开了，是从锦香宫高中少院，无锡的人啊，从未退过。刚才他又送进了一批，哦，也快回来了。他的童儿怎么不见？哦，这几天小也忙得不可开交。哎，我去把他找来啊！不得了，随便问问，并无要事。哦，他乖，走走。哎，客官，这把孙子，那是锦香宫的心爱之物，从不肯轻易接受问赏，请不同岁啊，不得便加关照。哦，客官，请用啥？丞相是。没错啊，这位就是锦香宫锦上院啊。丞相真不是听少爷，这位神兄，举目锦兄大名得来拜访。小弟今可明目正在，羞于通报姓名，必姓贾。哦，原来是贾相公。请走。这两位客官实话颠三倒四，羞羞答答，好不有趣哟。相公，我到门外等人，也是得管教我啊，多加小心啊。锦兄，你我曾经见过一面，可还记得？我也来师承啊，而为么样师承见过，怎么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哦？呀！锦兄真是贵人多帮啊！那天在为师之日，我带着童儿与锦兄迎面相遇，只因匆匆迎考，必见面来啊！近来小弟身此黄昏，女事急忙，万请原谅才是哦。哎，锦兄，辛苦得动青天上元，为我儿子探险，闷闷不乐啊，一言难尽呐。在这上春前期，这王中便是这对门面啊！人见弟兄方法一用，不知可悔啊！小水一往，不用也罢哦。小弟自就两封，哪无水儿好哎？不妨是的，那就请用吧。锦兄，是我。哎呀，好一把美孙，可惜，只可惜呀！
其爱柴米，我俩子情友明的喜，这破帅情友我不讲，真是你能明的喜，一并没衰两百分，终于远头是啊有因，今日贵中女儿手，四岁抬进喜冤恨，家兄手啊少银针，你真是4岁就是贵中人，啥比经过女儿手，这水面蒸馏胭脂痕，你说是子孙曾经女儿手，可知此人心何明？啥问此人心何明？说小妹便是4岁人。听他言听有知的有知根，管他道世人相见与那谁？此刻少爷送上他，莫非是终于逃过4岁城？亲兄因我不成真，莫不是归期今日爱上人。必是少于爱上人，想起此事只有恨。举目小妹才有成，须人莫辨我你丫头身，那一日竟想摆不去桃花少有我啊你怎么样啊？我为是分财反逃生，那有风倒是真的是他。哎呀，苏小妹啊，苏小妹，爱不了思想能力归中训，尽算是为定法理言不行，以为儿讨我少有才有招，以为儿骂我少有是狂生，以为儿情义是何在，以为儿心灵就是病，他贵重才女心中傲，少有我也必不是这样成。
黄连苦半分，赢得今日好奇缘，情人迷恋诉真情，只怕他神情无奈心已破，茫茫家人变粗心，倒不是欺瞒伤怀相思罪，先是他已确心身，假与真。锦绣啊，锦绣锦绣你不对十七里，小弟分言心也分，私让家里切切来，恩爱何须欺呀人，东陵余为怪家女，丁丁月里是出丈人，神兄啥有神而已，小弟做嘛爱红尘，他上门做吧以后君子言称善，绝不反悔。你岂不是为了小妹？哎呀，小妹她能问我，难道我便不能问她？行，好气人耶！少有眼力的工厂员都不得来，不行。东坡兄来得真好啊！快来见过这位假相公。假，我的尊人你来相请兄后喜来的，你不是也来了吗？你们也生是的吗？长沙，万所须得很呐！你们看吧，小弟公子，小弟公子。我原来是他们，对不算是，对不算。你呀，你骗呐！假相公骗了啊！
走吧。
说去通报小弟，这少员恭敬先王来了。哎呀，青儿，说去通报小弟，请你家小弟出营啊！丁姑爷，小弟暂不出营啊。姑爷，你也且慢进啊。这是为何啊？小弟也姑爷姗姗来迟，出了3道题目，出了3道题目，要你答出之后才能进得心房。哎呀，真是好事多谋啊！想进得东王花烛之夜，还要无仙姑3关。好，青儿死里胡菜呀！姑爷，你等着。相公，我催你早点回房，你偏不听，现在可伤到新夫人的滋味了吧？像你家姑爷落山的为3事作对，莫要说他3道题目，即便是3不到，也奈我不到啊！青儿，考便考，这3个摆在又是何意？什么意？姑爷，3两飞在空中飞，又被明白我啊飞飞。3股风儿3道题，3来心啊。这牛背乃神的是钱，这人背乃神的是啥？还有这瓦背呀，这瓦背乃到底是清水，这是也。他是年年中3元，我也听见金山北。青色龙王成连理，你我上前，恰恰为了。要是我想相公住家里面，你得听了。三弟他是中二弟，皆可相命因而飞，请姑爷莫尽心忙到相旁，明夜从当4人飞。是理由。要是我想相公住在里，姑爷。他姑爷在中里，看看清水河一杯。他姑爷外乡苦读3月生，呀生在心头上嘞。哎呀，断清水啊，我是断不为何的哟。这中月底要苦读3月。是啊，要是我3弟都不中于那么怎么样啊？姑爷，他是3弟3不中，难与小弟成婚配。我从虽然考到状元，哪里经过这样厉害的考官呐？啊，青儿，快出示第1道题来。姑爷请快。相公，你要小心才是啊！姑爷请快。这个弯弯鸟连环套，小姐要你点断成4句诗。哎呀，
想你家姑爷那是大大的才子，为他爹不能这诗句小诗啊！谁开了？哎呀，此乃是一首的是诗啊！举目听郎贾乱真，贾乱真是也不成，是也不成花文哟。陈花文有举目喜，亲儿是去教育小弟。小弟呀小弟，先拜无为，我不怪你，今日成亲真是怪恩之深呐。相公，苦水谁口，一切便中，外缘不中的道理。姑爷，小弟生你第一道题中了。我什么那有不中之理呀？快出自第二道题来。出自第二道题。第二道题嘛，自古灯谜，两句不大一个人名，姑爷请看，请我猜错了啊！若拜崔仙女，脑海一怒发。哎呀呀呀！上次别人来猜，定难猜中，可是今日我儿却是不怕哟！你们听了。替仙女反应最小，哭成小妹。哪吒本是个动儿，他去闹海岂不是少爷啊？相公，快些！哎呀，那小妹啊小妹，你可出得妙啊，把你我这一代恩爱夫妻吸进去了。姑爷，小弟生你第二道题也中了，还怕不中了？哎呀，3个了啊！听儿，你看天色已晚，这3道题我给中了2道，想这第3道题更是容易啊！天色已晚，常年公要进山忙去了。小弟立下的规矩，岂能更改？姑爷不做出第2道题嘛，今夜请在崖下歇息。哦呦呦呦！小姐失尽了威风，连你呀也生气起来了。快出个第3道题呀！也请看。这第3道题嘛，倒是不难。小弟出一上联，只要姑爷写出下联，对个对字，对得工整篇，可赢得美就定得心房。哎呀！像你家姑爷落3品为西施做的，还怕对不上是对子。闭门推车长殿月，哎呀，容易呀！看我回避了的哦。姑爷快写呀！哎呀，相公话题交权，谁不听心忙了？哎呀，你们莫要猜呀，让我仔细的想一想。闭门推车长殿月，此副辈子到终于是难背呀。闭门。哎呀，这题目太难了，不怕相公过不了这一关。哎呀，我就怕他逃过9病。
丈夫也是何等的天不神在嘛！原来谁让这铁锅事也是此之难哦！我须对着公正，方能显出我的本领。闭门退场，苍井云。对，怎么想得好好的，一会儿又忘记了？哎呀，这副对子，这叫我真是难得呀！闭门推陈，苍井月，苍井月。哦，有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纸上的水珠是哪里来的呀？喏，从这里你下来的啊！惭愧呀，惭愧哟！小妹她一到死地面前飞，我难以了举桥啊云飞，记得我层层海水之雨下，黑中之地坏了，嘿。一口胶卷，哎呀，哪容易哟！哎呀，不可啊！我算无论谁让对子，定要被小妹吃下。我这上元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？不可，不可啊！阿庆儿，你去通报女家表弟，就是女家姑爷满不经人，我定这一定精神。今日要写出1秒家具，让你家小妹开开眼界。东家长花是我上，直到如今有成家，金毛的中上元红，推进小妹女红妆，手着将高贵族，只怕是只根高来起根芽。
了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这一走，那姑爷怎么办呢？孤桥四根，你就桥下靠军。孤桥两天要枪决，可要好脸的靠我呢。你们推测苍天月，苍天月，哎呀，苍天月。见少云，一直莫作观堂王。恰是那这是狂妄难飞翔，为见眼里纯美气，不一人头子随风飘。后人头上的水，嘿，头上积水。